下来继续来看桃园的展演中心是当地表演艺术的重要据点。桃园市政府把1楼的空间委托给行销公司来经营，有200多平，有10多间的厂商来进驻。这个包括食的、啉的、耍的，各项都有。但是讲这个市草是真稀微哦，开幕半年竟然拢无人上门。这承租单位的业者接到了一个真大斗，是讲甲呢目屎一直流。也当就前人有够济，希望讲人潮会使带来钱潮。桃园展演中心去年将1楼的空间委外由行销公司经营，打造成 S Plus 创世界，吸引10多间厂商来。亲子娱乐空间、会议店、服装店要手作的造型，月租是25000到5万不等。也无开店已经半年啊，无人投资嘛拢了钱。我连续3个月都一直赔钱，我根本，你10月份叫我们给你信息。了钱压力有够大，当场情绪失控，有业者规气退租，无想要搁了钱啊。光装潢费我就花了50几万，这样的包租公下去，就让下面自生自灭，离开最好，因为押金我又一起吃掉。承租业者认为讲行销公司无尽到责任，宣传的活动无够。行销公司是用声明稿来回应，讲因为疫情影响，经营较困难，租金上嘛是希望会使帮助新创产品。到现在都已经半年了，那这当中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一个进驻单位来跟我们沟通跟协调。我们会即刻展开这个履约契约跟这些他们提供的这些资料来进行内部的调查。那我们不排除提出这个解约的这个程序哦。市府讲会搁做检讨调查详细，无希望讲辛苦经营的心血就呢白白浪费。